大家平安。照教会历吼，照教会历，这礼拜是头一礼拜的迄个叫做 Lenten Season， 是对国外这圣道等的40天吼，全世界基督徒拢在纪念耶稣的受难的代志。对即马到对2月14拜3开始吼，一直到国外这3月30日，这40日的中间，叫做 Lenten Season。Lenten Season 有翻做吼，台湾话有翻做四旬期，因为4十嘛吼，是旬就是十的意思，四旬期。嘛有翻做大斋节期，大斋，啥怎翻做大斋我唔知影，反正这是这个40日的中间吼，所有的教会若会当，拢总用耶稣基督做中心，在想耶稣的代志。我伫台湾的时阵开始在想，因为我休假以前，我拢在讲约翰福音传，我嘛想讲转下即摆要对约翰福音传第4章要讲到20章，我毋知要讲到西元第几年，我毋知啊。所以我在想讲吼，这个 Lenten Season 吼，我有经一个系列，这是约翰福音传内底才有的。约翰福音传内底吼，敢若约翰福音传吼，有耶稣伫约翰传有7个耶稣讲我是啥的 ，I am。咱今仔日要讲我是活命的饼，拢总有7个。我念互恁听，恁一定拢捌听过。我是活命的饼。后礼拜咱要讲我是世界的光。过来，我是羊条的门。我是好的牧者。我是过活甲活命。我是道路、真理、活命。上尾我是真的葡萄树。你捌听着吼？拢是我是。敢若约翰福音传内底有7个，所以我在想讲，对即马到国外节，可能受难节甲国外节，我会讲甲受难节甲国外节有关系的讲道，总是7个吼，会当互咱去甲，会当逐礼拜到4月，我就拢毋免烦恼过去要讲啥吼。恁嘛知影后礼拜要讲啥，大概恁拢知影。我感觉。咱要用这个Lenten Season，要用耶稣做中心来默想，还是讲来想耶稣的代志？我想咧吼，互耶稣甲咱讲我是啥，上界好。咱来想，伊讲我是啥，这7个对咱有啥物意义？我想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啦。搁一项，咱今仔日有读迄个。出埃及记第3章13到14节，咱台湾就是翻做摩西问上帝嘛，讲我若去找因甲我讲，上帝叫你来，伊的名是啥？上帝甲伊讲，咱会翻做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自由拥有。英文是翻做 I am who I am，I am who I am。所以将耶稣所讲的 I am， 甲上帝讲伊的名是 I am who I am， 倒倒来是吼，这7个吼是耶稣在强调伊是伊的身性，这是真要紧的一点。我今仔日读迄个出来就是要互咱看台湾话 I am who I am 真歹翻啦，真歹翻，差不多无法度翻。和合本的圣经嘛是翻做自由拥有，台湾话新的翻译嘛翻做自由拥有，巴克的翻做我是自然而然。所以
这个，我讲安尼过吼，咱大概有一个概念。耶稣所讲的 I am， 甲出来及其上帝这个 I am， 伫遮有连贯的所在。所以咱我可能逐礼拜我会小可讲到这个代志，咱知影安尼，咱才来做伙看这吼。这是约翰福音段内底一个真特别的物件。我对足早就想要讲这个系列，一直拢毋捌。即马试看卖吼，我才知影内底物件真正足济。咱来三甲祈祷。特别是来感谢你，互阮伫即个 Lenten season， 阮会当三甲想阮的主耶稣，伊伫即40日内底，伊会受咱一切。阮感谢你留真好的教示互阮。特别是阮今仔日要三甲来想耶稣所讲，伊是活命的饼，对阮的启示，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了解，会当搁较挖靠接纳这个活命的饼伫阮的内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这7个 I am 哦，真趣味的代志是吼。头前吼，耶稣毋是吼，早起时困起来无代志通做，坐到遐讲，安尼我今仔甲恁讲，我就是啥人 ，I am 什么 ，I am 什么 ，I am 什么，毋是啦，拢是有一个场合，发生一寡代志，迄个代志发生了吼，耶稣对安尼用迄个机会讲伊是啥人。咱今仔日读的这个约翰第6章吼，约翰第6章拢总有71节，规章拢在讲活命的饼。我吼在准备的时候，我真正想足久的，要叫师傅读71节，叫恁听71节。我嘛知影听了，大家拢会爱困啦。无要安怎？我到尾也想想啊，迄个。耶稣要讲我是活命的饼，这个头前的代志吼，我用讲互恁听就好。恁大家拢真熟的物件啦。第6章吼，对第1节到13节，是耶稣用5个饼2尾鱼饲5000人，这大家拢捌听过吼。咱大家拢捌听到这个故事。耶稣用一个囡仔的便当5个饼2尾鱼，互5000人食到饱。但5000人食到饱吼。食剩呢，还佫捡的，还佫有12拿，咱拢捌听到这个故事啦吼。这个代志了后，大家拢感觉哦，这个人真正是大先知。第14节，大家拢学了讲耶稣是大先知。佫去吼，要甲赢来做王啦。这来做王吼，咱的经济拢无问题，伊会变饼互咱食咧吼。这上好啊，要赢耶稣做王。圣经讲耶稣吼，退去山顶，伊家己是咧走入去山顶，伊无爱互兄做王，伊走，伊去山顶。有人注意耶稣去山顶，圣经内底有人注意，约翰写甲真详细。恁若转去吼，约翰第6章对头到尾甲读一遍，有人注意到耶稣，伊的学生哦，伊叫伊的学生先坐船过去对岸去迦百农。所以有人注意到讲耶稣家己去山顶，伊的学生坐船出去，所以耶稣无上船。隔日，一寡人哦要找耶稣吼，因走去耶稣变饼迄个所在，因为因看到耶稣伫山顶去嘛，因都无坐船嘛，所以因去到遐找无耶稣，因从安吼家己租钱只船吼。过河要去找耶稣，真要紧要找耶稣啦！这个中间哦，迄暗，恁应该知影这个故事。迄暗，耶稣做大风台，耶稣行水面去找遐学生，所以耶稣吼行水面去就近遐学生，甲学生做伙坐船，尾甲学生做伙坐船过。
圣经内底吼，马太、马可甲约翰，拢总有讲耶稣行水面的代志，路加拢无讲。路加有讲变变5000人者，总是无讲耶稣行水面的代志。但敢若马太，咱真实的耶稣行水面，咱拢知影。彼得足闹气的吼，彼得甲耶稣讲：啊，你若行，我嘛要行啊去，啊险啊沉落。这个故事咱知影，敢若马太有写了定，剩的马可甲约翰拢无写。那这个人吼，因真要紧要找耶稣，啊走去到找耶稣。对迄个以后吼，我有上迄圣经在，因过去吼，耶稣甲这个人的对话吼。是足有意思的，足有意思的。对25节到27节，且有 PowerPoint 哦。咱今仔日无读，总是25节到27节，我有做 PowerPoint 哦。哦，第25节吼，因想讲耶稣无上船嘛，所以因看到耶稣的时候，众人伫湖的对面方找到耶稣。就甲伊问列比，你什么时来遮？因明明看耶稣都无坐船哦，啊，即摆哪会走来即边？若准你是耶稣，人安尼甲你问，你会安怎应？你讲啊无啦，啊我昨暗都行水面来啦，哦，我一定安尼讲诶，你会讲袂？你个咧，耶稣拢总无应应，耶稣拢无甲因讲我昨暗行水面诶代志。敢若伊学生知，耶稣甲因安怎？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找我是因为有饼食到饱，毋是因为看见神热。耶稣行迄款4、5千人的神热，应该因会想讲，这个人是啥物人？我应该来找讲，这个人是啥物人？总是耶稣看会出来。恁毋是要找我，恁毋是要爱知影我是甚物人，恁是干那看我会当搁变变互恁食袂？耶稣真正真直接啦，伊连应都无甲应，就安尼甲应，就甲讲啊，过去27节讲啊，这27节吼，咱逐个拢应该爱听啦，咱逐个拢应该爱听，毋通为着败坏的食物拍拼，着为着久长存在。会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迄个食物来拍拼，就是人子要互恁的，因为爸上帝已经甲伊看印认定。耶稣即句话吼，老实讲，这26节到27节，咱拢爱听啦。实在讲，这个人真要紧要找耶稣，找耶稣创啥？为着要食啦，咱大家来信上帝，咱来教会的目的是啥？这咱你毋免甲我讲，我嘛无要甲恁讲。咱家己爱反省的所在。啊，搁一项毋通为着遐败坏食物拍拼。这吼，咱一定捌听到即款道理啊。即句话嘛是咱大家拢爱想的话。耶稣伫遮甲因讲，变饼互恁食，这较简单啦。问题是恁毋通干那找迄个会败坏的物件，这是耶稣甲伊的对啊。过来第28节到29节，28节因问耶稣，这个耶稣内底对话吼，真趣味啊！伊讲哦，等上好啊，这上帝要互阮吼。伊要完成上帝工作，阮着做甚物？犹太人因若甲上帝关系，因拢感觉阮着爱做啥物，互上帝会当互我。咱台湾人嘛呢，食人一斤，行人4两吼。咱捌听即个话哦。咱毋敢白白，甲你讲上帝恩典白白得到，咱逐个世间无啥物。免费的午餐啊是啥？有你那个，咱大家听到那有啥？阮着爱创啥？耶稣安怎应？耶稣讲：
信上帝册迄位就是做上帝的工。恁拢毋免创啥，恁拢毋免创啥，恁敢若信上帝所册迄位。耶稣伫即个所在，敢若甲因讲，人子要互伊，无甲因讲人子是啥物人，伊嘛无甲因讲伊是啥物人，伊敢若甲伊讲，恁都爱信上帝册迄位，恁若信就好。这甲保罗后来所讲，迄个信的称义，真。保罗有可能是对遮摕，我毋知。耶稣，恁拢毋免创啥。换一句话来讲，你信上帝册来迄位，啥人是上帝册来迄位？慢慢耶稣会甲因讲是啥人。过去第30节到33节，好，你要叫阮信你，你要叫阮信你。OK， 你要行什么神者？互阮看，阮才来信你。你要创啥？你要做啥物？拄啊，因才问耶稣讲，阮爱做啥物？耶稣甲讲，你信就好。啊，即马信，啊，你要爱阮信，你要爱阮信，阮是安怎都爱信你。你会当行啥物神者？因为耶稣昨昏才行迄个大神者呢。因伊阁去甲耶稣讲哦。阮的祖先伫旷野食吗哪，拄照圣经所记载，伊有将对天来的饼互因食。因甲耶稣讲吼，什么才是神者？就是吗哪啦，迄吗哪逐日拢会来，迄才是神者。你昨昏敢若变一摆尔吼，迄你毋是神者，迄无算。阮是爱迄个。逐日拢会使食免钱的迄个物件，阮才是神者。你看人的贪心哦，你看人的贪心。耶稣安怎甲因讲？耶稣讲较简单，耶稣甲因讲：恁毋通想讲吗哪是摩西互恁的呢？迄是上帝做的代志呢，迄毋是摩西互恁的，迄吗哪是上帝的啦。过去。第33节，伊渐渐开始在讲伊家己要讲的。上帝所赐的饼是对天降落，赐活命予世间。耶稣伊知影伊道成肉体，伊对天来，这伊拢知影。耶稣要紧的是要甲因讲这项代志。吗哪是对上帝来，我嘛是对上帝来。吗哪恁会食，我是活命的饼，嘛是对上帝来。你会当看耶稣渐渐在要讲主题啊，渐渐在要讲主题啊。啊，第34节到36节，34节到36节，耶稣因讲吼，因好，啊，你若有迄个饼讲食了拢袂枵的吼，啊，你将迄个饼互阮，将迄个饼互阮。耶稣甲伊讲，耶稣头一遍讲，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耶稣头一遍讲，我是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毋过我捌甲恁讲，恁已经有看到我，恁犹豫毋信。因为伫遮吼，咱看耶稣甲遮人的对话，因所想的是敢若食会饱迄个饼尔，有看到的饼。耶稣所伫讲的饼是灵性的饼，永远活的饼。伫遮，迄个有一句话讲做鸡同鸭讲，因两个讲的无共款，拢伫讲饼。总是耶稣所讲的饼，甲遮个人伫想的饼完全无共款，完全无共款。啊，台湾话佫一句话叫做听雷，甲这共款。因听无啦，因真正听无。伫遮互咱看，咱是讲我真正，我伫准备这时，我感觉耶稣真正真有耐性呢。讲到安尼吼，耶稣抑佫无放弃。
耶稣还佫无放弃。对第36节到47节吼，即中间吼，因听无，总是耶稣尽量要说明互因听。哦，因较安怎，伊较安怎都袂明白。你咧讲的饼，甲阮所想的饼，上少玛纳即项代志，阮知影。总是你咧讲的饼，甲阮所咧想的饼，完全无共款。啊，伊嘛伫讲，即个人是安怎甲咱讲？伊是对天顶来的，伊是怎甲咱讲？伊伫对天顶来。有第41节遐，因甚至讲，这敢毋是约瑟甲玛利亚的囝？因爸母咱捌哩咧，哪会直直甲咱讲伊对天顶来？因根本听无，因根本听无。当咱来到今仔日咱读的48节到58节，这站吼，耶稣所讲的吼，老实讲，咱拄仔就是甲咱读吼，耶稣所甲咱讲的，耶稣伫遐讲的，这站伫讲的吼。老实讲，若你甲我，咱伫遐听吼，咱一定有人听无。坦白讲，有人听无。啊，耶稣讲的吼，耶稣讲的真正是听起来真可怕，你知影？哦，伊讲哦，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好，到这你讲，阮虽讲听无，毋过阮知影你咧讲你是活命的饼。好啦，啊，过去咧，过去吼，第49节，耶稣甲因讲。恁的祖先伫旷野吼，食玛纳，食了嘛死了拢死去啊嘛吼。啊50节伊讲哦，我咧，你若食我对天降落即个饼，你食了袂死。但食玛纳会死，甲食即个活命的饼袂死，即两项死又阁无共款啊呢。耶稣所咧讲的死是灵性的死。因拢讲敢若受肉体死，又阁无共款啊！这是啥？51节开始吼，耶稣吼讲，伊讲哦，我就是对天降落迄个活命的饼，人若食即个饼会永远活着。我要互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着要互世间人有活命。耶稣伫讲伊的受难的代志啊！这因无可能听有啦，准你甲我伫遐，咱嘛可能听无啦。啊，你讲这是你的肉，你要为着世间的，要献你的生命，这是你咧讲啥啦？第52节，因讲哦，这个人哪会当将伊的肉互咱食？这真逻辑可敢是？你是伫讲肉互咱食？搁落去吼，53节到54节，耶稣讲真明，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食人子的肉，无啉伊的血，恁的内面就无活命。过去伊拢伫讲，你着爱食人子的肉，啉人子的血。老实讲哦，我咧准备的时候，我嘛讲。但你这是咧讲啥？你的肉甲你的血是要安怎食啦？你莫想这个代志我有真侪主介绍耶稣伫遮咧讲的是咧讲圣餐的代志啦。顶礼拜咱圣餐啦，咱就讲这是我的血，我的肉。有影有安尼讲，总是这个时阵耶稣还袂讲圣餐，还阁伫后壁的代志。耶稣也无可，耶稣设立圣餐。是对伊12个学生做，伊无可能甲迄群众伫遐设立圣餐。即个话因都听无，要安怎甲因讲？所以哦，我伫遐真想看足侪注解，到底食伊的肉甲啉伊的血是啥物物件啦？你若搁看第54节吼，第54节，搁较哦，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就有永远的活命，伫末日我要互伊过活。你是要安怎食你的血肉，要啉你的血？这真正是真好解决吼！我想足久的吼，
到尾哦，感谢上帝哦。我讲哦，我拄仔有讲哦，耶稣甲伊诶遐群众对话中间，因有问耶稣讲：阮要得到要做上帝，讲阮都爱创啥？耶稣甲伊讲：恁都爱信上帝找互恁迄个人，都爱信。我去想到啥呢？要食耶稣的肉，甲啉耶稣的血，信啦，以外无啊啦。这毋是要摕耶稣的肉，这耶稣的肉起来食，耶稣的血啉。耶稣伫遮，因为甲因讲玛纳的代志，讲食的代志，所以耶稣用食我的肉，啉我的血，讲甲安尼，听起来真野蛮哦。总是事实讲，伊所讲的是信，你着信我，你信，你若有信，你就是食我的肉，你就是啉我的血。因为即几则圣经章吼，即几则圣经章吼，对第52章吼，对53章开始，53章、54章就好啦吼，53章。我时时甲恁讲，恁若无食人子的肉，无啉人子伊的血，恁内面就无活命。你若甲讲，耶稣讲，我时时在来讲，恁若无信人子，恁的内面就无活命，会通感。第54节，食我的血，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就有永远的活命；信我的人，就有永远的活命。敢是会通？第28节，耶稣讲：你着爱信。信这字，我以前伫讲约翰福音段的时，我讲几啊摆。我讲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第一要紧是要互咱信。约翰，我已经引用这节引用几啊摆。约翰20章31节，约翰写伊讲我写这本册的目的是要创啥？是要互恁信耶稣是道，是上帝的囝，佮互恁通过信，靠伊的名得到活命。伫遮，耶稣直直讲得到活命，得到活命。约翰甲咱讲，伊写这本册是要互咱信，要对这个信会当得到活命。耶稣伫遮对因讲：着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恁才会当得到活命。耶稣是在讲信，敢毋是？耶稣是在讲信。过入去，恁看第55节吼，第55节，第55节有无？若无我用读的啦。第55节，我的肉真正会食得，我的血真正会啉得。你会甲伊讲，我是真正互恁会当信的。我真正互恁会当信，恁会当信我。我的肉真正会食得，我的血真正会啉得，真正。啊，过落去吼，过落去第57节，第57节，伊讲吼，因我的爸找我，我嘛为着爸来活，亲像安尼，食我的人嘛会因为我来活，信我的人嘛会因为我来活。这个保罗后伫腓立比所写的，伊讲我活是为基督，死得利益。信耶稣，你若真正信，你会为着耶稣来活。我知影这吼，我拄仔甲恁讲，我要讲这个7个 I am 吼，
我准备了才知影讲，即内底真正是足济物件吼，无有哪讲，我安尼有哪讲，恁毋知会乱去啊？袂，我毋知。那会乱去？恁才甲我讲，我已经尽我所会，我受真久才想着食伊的肉，啉伊的血，是神以外无别项，都是神，都是神啊！定啊，要得到永远话。啊，咱普通哦，咧想永远话吼，永远话咱拢是讲死去的代志，咱死了才有需要永远话。总是耶稣伫遮，毋是咧讲死去的代志。咱若信伊哦，拄啊第57个讲，信我的人哦，会为着我来活。伫即个世间，咱就爱为着耶稣基督，毋是等到死去的代志。永远话，无人对迄边转来甲咱讲安怎，咱毋知。总是咱若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活命的饼，咱伫即个世间的事，咱就为着耶稣基督来活。我有过做一个 PowerPoint， 即个我敢若以前捌做过吼。伫希腊文吼有3字。讲生命 life 这项代志，有3字，头一字是 Zoe， 耶稣讲的永远话，希腊文 Zoe， 搁一个是 bios 是咱食玛纳才会活，食饭才会活，这个生命，咱这个生命。使去今仔日我无要讲迄个代志。咱若信耶稣是上帝饼，咱若信接受耶稣这个活命的饼。咱的 bios 会变做 Zoe， 伫即个世间就会当安尼啊！这我知影，这是真，我找咱若有信仰，会当伫即个世间会当活甲加真有意义啦，会当加真有意义。实在讲，我已经吼，我。伫遮甲咱说明安尼哦，我知影即个真歹讲，我一直到昨昏还阁为着这，我毋知要安怎讲才好。即个代志了后，我拄有讲，即张拢总关系活命的饼的代志。耶稣讲了哦，伊家己嘛知影真花啦，伊嘛知影真花。对60节到71节，咱今仔日无读，我请几位讲读互恁听吼。恁注意听，恁就知影，迄个时阵耶稣可能家己嘛知影讲，我今仔日讲的吼，真正花杂插。第60节讲吼，耶稣的门徒毋是敢若迄12个，其他还阁有其他的吼，对伊的人，真侪人听到就讲，即个话真困难了解。啥人听会落去？大家都在讲啊。61节吼，讲耶稣心内知影伊的门徒私下伫议论这个事，就对因讲：这个话，甲恁惹着是无？而且讲惹着，咱的台湾话讲。我讲这话吼，互恁真困扰吼，迄个意思啦。恁耶稣家己甲问下先，我讲这话吼，互恁真困扰吼。啊，伊搁去吼，我感觉伊也是感觉伊无讲袂使啦。伊讲吼，伊讲赐活命的是上帝的神，肉体拢无功效。这甲拄仔我讲的，伊甲遐群众伫所讲的饼无共款，耶稣所讲的饼甲因讲的饼无共款。伊讲肉体拢无效，我甲恁讲这个话是神是活命，是神是活命，所以是真好了解的代志。事实这个代志做了后，第
第66节，约翰写讲，因为安尼，伊的门徒中有真侪人离开，无搁对伊。听着伊咧讲这哦，听无，啊，佮听到话要惊死，什么食你的肉，啉你的血，听了大家离开。耶稣我相信有失望的款呢，耶稣有失望啊。约翰讲第67节，约翰讲耶稣对12个使徒，迄12个伊甲伊较活的，问讲：恁嘛要离开哦？恁敢有要离开？大家拢走啊！恁呢？恁要离开无？彼得甲耶稣讲啥？真出名的一句话，伊甲耶稣讲：主啊，你有永远活的话，阮要去缀啥人？阮已经信，佫确实知你是上帝的圣者。我相信耶稣听到这句话，一定真受安慰，一定真受安慰。耶稣家己就讲甲无啥啥，我要解说伊讲的，当然嘛是真好解说。总是我迄个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我伫想迄个神的代志，我有想讲，啊，耶稣迄阵啊，哪无爱甲因讲，恁若信我，啊，就会使安尼，安尼敢毋是较简单？耶稣太讲甲安尼遮尔灰高高，总是我想伊是特别甲玛纳伫遐比啊，一个真正的，咱看目睭看会到，总是看袂到上帝的神。这中间，彼得对耶稣讲这话，嘛，互我想起伊伫马太第16章遐，耶稣问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嘛是彼得讲的，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啊，总是咱知影，彼得讲是安尼讲，伊活生生跋倒。我跟你讲，咱的生涯，咱耶稣要求咱信伊是活命的饼，接受伊真正的神，互伊伫咱的内面。我拄仔我阁袂记讲一项，耶稣有一个所在，伊讲吼啊，第56节，我拄仔袂记咧讲，伊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踮伫我内面，我嘛踮伫伊内面。这句话我拄仔跳过吼，这句话是真有意思的一句话。耶稣讲：你若食我的饼、肉。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时，我踮伫你的内面，你踮伫。咱读约翰福音传，咱定定读到即句，敢毋是？耶稣讲：恁若听我的命令，恁就是我踮伫恁，恁踮伫我。啊，伊讲伊踮伫爸，所以咱安尼嘛是踮伫上帝。即句话我拄仔袂记得讲，这是真要都是神，敢毋是？食我的肉，啉我的血人。就是信的人，信的人要踮伫我的内面，我嘛要踮伫伊内面。咱只有是安尼，我今仔日用安尼甲咱分享，我真正找无真拄好的方法来结束这个讲道。我只有将耶稣所讲的，像我所会甲咱大家分享，将迄个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看作神啊，迄也是约翰写这本册真伊的目的，也是伫遮要叫咱都爱信耶稣是上帝的囝，这是真基本。咱做基督徒头一步爱信耶稣是上帝的囝。过来几礼拜，咱要搁看，我准备看起来。过来要讲的，较无像即摆即个遮复杂。过来，因为即个我拄仔讲，耶稣家己嘛讲甲，伊嘛知影，大家听无，伊嘛知影，所以求圣神帮咱，我已经尽力做我会当做。咱来参加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互阮
这个机会看，搁一摆看阮的主所讲，阮是活，伊是活命的饼。阮知伊爱阮信伊，通过这个信，阮会当得到活命。主，阮恳求你帮助阮的信。阮要亲像圣经中迄个老爸对耶稣讲：“我信无够的，求你帮助。”这是阮的态度。阮袂当完全了解你所讲的活命的饼的意义，总是阮知影，阮爱信你是上帝的囝，是阮的救主。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